OK， 又到了点歌心情的单元，我们来接第一通的电话，台北的张小姐。芬姐好，我想点播黄颖玲的 Radio 的点歌心情。这首歌你想要点给谁呢？我要点给刚刚背叛我离开我的Joe，我希望他听到这首歌，我希望他知道全心付出的我心有多么痛。如果他听到了这首歌，也为这首歌感动了，你会愿意原谅他吗？其实流了那么多泪，我早就做好原谅他的准备了。一通电话，一台radio，点一条歌，予大家听我的心声。一个憨人，甲一个骗子，谈的恋爱敢有啥物？是被你所害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敢有目屎？这呢苦的情歌，拢是唱予你来听。就当你听到这首歌的同时，你是否也听到了张小姐对你的原谅呢？其实女人的不甘心，往往是因为在分手的时候听不到温柔的再见。一通电话，一台radio，点一条歌，予大家听我的心声。一个憨人，甲一个骗子，谈的恋爱敢有啥物未来？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敢有在听？一个人的悲哀，拢是被你所害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敢有目屎？这呢苦的情歌，拢是唱予你来听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敢有在听？一个人的悲哀，拢是被你所害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敢有目屎？这呢苦的情歌，拢是唱予你来听。这首歌我也要点给张小姐。唯有心中还有爱的女人，才能够拥有永远不变的幸福。